Yo，大家好，又係日本製現場，我一個好介紹啊。咁呢一個 Takami 嘅角質水，俗稱養護角質水，咁啊非常之好用。日本製嗱，呢支 Takami 點解咁好用，叫做養護角質水咧？咁呢一個咧係由日本嘅皮膚科嘅醫師啊，係累積咗20萬宗嘅呢一個治皮膚問題嘅獨家配方。咁佢呢個好處就係咩咧？佢係會可以令到我哋嘅角質係做一個叫做簡單嘅淡化，因為我哋本身嘅角質咧大概0.02mm 左緊。咁如果你用一般嘅去角質水咧，就會將佢嗰個嘅叫做正常嘅角質或者啲靚嘅皮膚咧都會去埋，但係佢就啱啱好就唔會令到我哋本身靚嘅角質咧就係整走，只會將我哋啲唔好嘅角質或者令到我哋黑頭啦或者毛孔粗大嘅角質咧就會慢慢淡化抌走嘅。咁呢一個推介啊！嗱，使用方法咧可以每日使用啊，咁但係咧Takami咧建議咧第一次你可以做一個換膚嘅效果，點做咧？打嘅泵咗佢 ，OK， 咁建議一度就黑度 ，OK， 成泵擠晒出嚟 ，OK， 直接塗喺你嗰個嘅面上邊 ，OK， 咁呢一個咧就大概一樽咧啱啱好係用到30天，做一個換膚程序，跟住停大概7日度，再繼續每天使用。一個非常推薦呢一個養護角質水，俗稱小藍瓶。想知邊度買？留言俾我。